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今次主播阿偉。喺睇片之前，請大家點讚、分享條片出去先，等更多人知道呢件事。恭喜恭喜，真係要恭喜下澳門公務員隊伍又準備有津貼加啦！由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主席陳澤武及秘書林倫偉表示，法案建議將公務人員嘅仔女出生津貼調升10個薪俸點，由原嚟嘅60點加到去70點，按現時每一薪俸點94元計算，調升後金額為6580元。所以喺澳門做公務員真係薪高糧準，福利更好。就算外界點差，都唔會影響公務員薪金優化建議。咁又係嘅，始終大家都係公務員。有邊個會想自己唔好過呢？不過點解今次又經過立法會去提案表決，而現金分享又唔使立法會去表決呢？真係搞唔明。唔通就係因為澳門唔一樣嘅原因？對於呢件事，你哋又點睇呢？係評論區留言發表。今次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各位。